1991年2月17日，全国头一台气垫的交通船为滨龙县东港出发，驶往小琉球。这艘气垫船底充满了气，利用螺旋桨推动器运转之后，冲进沙滩入海，航向目的地。这艘造价1亿多元的气垫船，最高时速可达50海里。为东港到小琉球只要15分钟，本来传统的客船要差不多50分钟。1992年2月17日，国防部头一摆公开第一份国防报告书。透过国防报告书的公布，让大家明白知道国防的情况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这本又被称为是国防白皮书的民国81年国防报告书，内容共有军事情势、国防政策、国防资源等5篇。详细介绍国军现有的兵力、甲装备、甲未来建军备战的目标。不过因为买武器的内容较敏感，在保密的要求下，报告书内面依然有所保留。